对疫情3期境界到达已经超过4个外月，议员蔡淑慧表示，包括电子游戏场定被纳入8大行业的业者，到现在疫情稳定控制，议员无法度恢复营业，都要替艰苦的业者甲活袂落去的员工来清明，要求经发局协助纾困。更重要是，伊嘛是合法立案要开店求生存。任何的一个行业，只要卡上8大行业，它依相关法令来说，是不是更严苛？是不是？只要它是8大行业，在我们设置的范围里面，设置的法令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。结果在这次的疫情里面，8大行业没有办法开放。8大行业，你们给它冠上它是色情吗？它是赌博吗？如果是这样子，根本不可能存在。既然它是符合法令设定的所谓8大行业，在这次疫情里面4、5个月，他们没有办法开业。这些在那里上班的人，我们不想业者，我们不想做这些大老板，我们去想一下，这些在这个职场里面上班的这些人怎么活下去？他们的纾困有门路吗？他们的纾困可以申请到吗？因为一句8大行业，所以大家不敢去声援他们，因为一句它是8大行业，所以它是违法的吗？不管今天是舞厅、电动玩具店，只要冠上8大行业，你们通通不准，你们通通不准他们开业。像每个行业都非常重要。那我们之前包括协助8大行业或电子邮业在劳工的申办那一块，我们也跟劳工局他们不要你们给他们纾困，他们要的是可以正常的上班。这个我们也他们不需要纾困，他们要上班。不管是受疫情冲击，各行各业的纾困，或是固定协助企业甲青年创业贷款等等，经发局伫工作报告当中强调，到今年9月中，包括协助厂商申请纾困的金额已经超过27亿，申请资金补贴嘛有1亿9千万等等的成果。不过，对着这群因为疫情被停业的8大行业，不满政府予伊成为纾困的孤儿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根采访报道。